看到我就要走，我无甲你赶啊。妈，我知影吼，以前拢是我毋对，一时冲动才会做毋对代志。我知我毋对啊，从今以后吼，我会好好疼惜阿管林母仔囝，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哦。唉，查某囝饲大汉啊，伊若讲好，伊若要原谅你，我也无话通讲啦。啊，希望讲哦，你以后毋通阁做迄款代志。阿母啊，你咪足欢喜出去，是安怎？哪会看伊心情无介好哈？就为着家养因迄老爸啦，迄装卡爽的啦。煞毋知影进前你毋是听迄家养伫咧讲因迄小弟甲迄个地府足不孝的哦。知影讲迄世间讲遮下啦，今仔日去参加迄区长因咧生日 party。迄区长讲着拄好是因亲家啦。伊咧讲迄个不孝媳妇就是区长的查某囝啦。我拢想讲顺这机会好好甲教示一下，讲两句互伊听哩。哪会知影讲迄装甲爽的？煞怪讲我家管婴仔事啦，我家婆啦，啥物人伊媳妇本来就偌友好，袂晓讲不孝啦。你甲我护呢，甲我骂呢，骂这个我头怎做走啦？哎呦，阿母啊，我毋甲你讲话，讲人家内事，咱就莫管就好啊。这啥毋着搁碰见啊？碰见啊！免烦恼啦，大人大不正啊，对无？家家上尾就是搁去派出所报道嘛。是真较好，较习惯啦。空气真好，我转啊！我转来啊！赞！你困一个长头是啥物人伫咧喊甲大声细声？阿红，我啦！你哪有闲我缀佚佗？坐啦！哎呦，怎无用等啊？佚佗讲真样台北管带袂惯势啦。安怎？迄空气歹，车济人济，佮煞落吼，迄公务迄款的，迄敢若食我厝咧，哎呦，惊无两骹步就崩落壁啦，袂惯势，还是装较惯势啦。对啦。干嘛呢？我看是去互恁家宝赶出来哦。讲什么？什么家宝赶出来？你讲迄有诶无诶？家宝对我偌友好诶，你敢知？尤其阮诶媳妇嘛友好啊，哪有可能甲阮赶出来？哎呦，你的个性我是毋知影，莫死硬的嘴巴啦。讲实在啦。当初时啦，甲你讲迄祖产要卖时阵，就爱家己留一寡老本。你都毋听我话啦，啥物甲所有的祖产卖的钱，就拢互恁家宝啊？啥物讲恁家宝会友好你啦？即马呢，你啊看，双手空空啦，搁有讲转来佚佗，你这真正有得3好加1好4好啦。老朋友啊，是你较了解我啦，莫遐大声甲我骂啦。你安尼我会歹势你。会歹势啥？当初时就甲你讲吼，咱这爱顾家己，爱留老本。你着啥物讲吼？恁家宝啊，一定会友好你哦。讲接你去台北哦，去甲你带哦，你的生活就过了真好。即马啦，去互恁家宝啊赶出来吼，遐济啦。好啊。你安尼你骂甲你骂恁囝共款的，你嘛安尼小可留一下面子的。好啦，我知啦，免歹势啦，才做你大啦。你意思我来带恁兜？等咱两个穿开脚裤啊大汉的啊，毋是2、3工的朋友呢。加你这朋友来无我嘛较闹热，所以讲做你大啦。拢袂甲你作做对哦。袂啦，来啦，多谢。还是老朋友较好啦。真正你来我家闹热的。啥？恁爸还袂转来哦？嘿啊！哎呀，这老的时阵哦，迄脾气有够大的啦。
哦，啊，看到恁咧小弟甲迄个地府啊，我就想讲哦，安尼讲几寡番偏芳一个，啊，想要到哦，恁老的吼，安尼甲我配面的，哦，我安尼好意吼，煞互伊甲我误会，安尼我头做伊走啦。但是现在毋知走去佗个，走到即阵也无转来，当是要安怎啦？啊，无安尼啦，恁若有淡水等啦，我搁出来外口找看卖啊。哦好，好。紧找看卖嘿。我知啦。家友啊，啊，敢袂转去庄卡啊？无可能的，搭庄卡厝已经卖掉啊，伊转去庄卡要带倒咧。啊，当也袂转去庄卡，啊，台北伊路也无熟，啊，顶届就已经碰见一届啊，啊，只只，哎呦，走毋知搁走去对啊，哎呦，烦恼死啊！哎，无得，敢袂转来啊？我来开门，我来开门。阿婆，姐，哪敢转来啊？甲这个我袂转来。会烦恼啊！人咧讲啦，饲囝义务啦，啊，不孝是应该啦，对无？不孝足自然的嘛，我看哦，你着保庇哦，恁老爸哦，安尼平安无代志啦。啊，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哦，看你要安怎啦？姐，无我吼，那咱这4个月迄个公遐吼，过来找看卖啦。好，紧去。啊，有消息赶紧甲我讲呢。好啦。不好做的不好做。阿婆，阿婆，你是有找着爸无啦？咱爸嘛毋知走倒去，啊，伫姊内遐吼，附近啊遐公园安尼四界找吼，嘛找拢无看到人呢。啊，到即摆坐位到姊啊吼，伊嘛有出去找啊啦。安怎啊？烦恼哈？但你即摆会晓烦恼啊？你即摆会晓烦恼啊？唉，可怜，失着。阿弟啊，细汉的时阵哦，爸爸安怎甲你教育啊？我早就甲你讲去啊，你若讲做人的家后，咱对翁婿爱体贴，也若对大家官爱友好。啊你呢？你既然敢甲我做这款代志出来，啊，枉费哦。爸妈，我知影毋对啊啦，是的啦。对，阮是嘞，你即摆得是毋是阮啦？我做查某囡仔时代就甲咱讲，讲喏，咱嫁出就爱以后是大人。迄什物嫌人操劳闲哈，嫌人装骹怂，即个话你也讲得出来？安尼人讲咱家口真歹，你知无？我甲你讲吼，多遐济吼，代志未完成啦，我去甲找，人若找无转来啊，你永远都袂甲搭入梦。来啦，啊好啊，搁有打，我醉啊！大家啉几罐尔对无？好啦，啉烧酒嘛咧面油面角啦。当你来我遮济工啊啦吼，早下拢话无恁咧家宝啊、家玉啊，无一通啊电话哈，到底是啥物情形？我迄当阵就去抓就撞出来，我也无甲讲我要转来庄卡，伊要安怎找着？伊毋知就对啦。奇怪，因毋知无上无嘛爱牵一个报纸新闻也拢无看因咧报安尼，即马是安怎？伊即摆是讲迄失踪人口，我着搁报纸搁新闻啊！我甲你讲啦，免安尼啦。我甲你讲啦，咱迄吼，因袂甲我找啦。我讲甲迄不好囝袂甲我找，我讲。咱讲实在啦，若你上爱面子啦，迄电话绝对歹势卡，无要紧，我再甲你靠恁家己啊！来啦，啉袂。哦，胖，讲胖。哦，我刚才这猪脚吼卤要到3点钟。哦，赞。妈，食饭啊？阿妈食饭，食饭啊！食就好啦，我袂枵啊。妈，你啥人咧无爽快哦？无我找下医生看。免啦，我无安怎啦。哦，我知影，阿妈伫想隔壁迄个阿公。囡仔人黑白讲，我无黑白讲啊，自从迄阿公失踪了吼，我一直甲你叫吼，你拢发呆，一直搁看，甲你叫你拢无爱应我，佮讲你无想伊，甲我骗。好呀，我去开。阿公，我阿妈你好。哦，苦当来当啦，啊，啥物好甲恁找来？来，我坐啦。谢谢。唉，那就安尼啦。
我就今仔日就专工哦，要来找迄家玉啊。嫌我咧电影一哩哦，离家迄秀士啊，小拍电哦，嘛是无人来开门呢。工友因翁仔某拢咧上班啊，若恁亲家吼，自迄天按恁兜走了后吼，无消无息。真是的哦，自迄天出去到即摆拢还袂转来。哎呦，小弟啊，无会哦，阮咧亲家走转因庄口。伊转去庄口要创啊？但为着即个不孝子，祖厝拢卖袂去啊，转去庄口要住对。有听无？爱见笑啦。阿母，我以前吼较毋捌代志啦，无应该对阮爸爸呢遐尼不好。我即摆知影毋对啊啦。是啦，阿姆，自细汉吼，阮老爸吼，自从阮老母往生了后，对我呢吼，遮尔疼惜，搁安尼吼辛辛苦苦甲我请养，即摆搁将厝的这个财产吼，全部拢嫁予我，我即摆对待伊安尼吼，我是会足不应该，我是会足不孝的。这段时间吼，互你安尼遮尔照顾阮老爸，是来多谢你。阿母，拜托咧，假使讲你若当着阮老爸吼，则麻烦你添加一个即摆讲遮有啥物路用啦？即摆上要紧哦，爱紧甲恁老爸找回来啦。哎，到位啊！这就是阿豪这个大个所在啦。哦，那安尼阿公一定在内底啊？嘿啊。阿公，加油啊你！哇，那这官遮大官，那是安怎？我遮拜拜老者是无？毋是啦，阿舅，我来甲你介绍一下哈，这就是当对面的阿姆啦。好，你好你好。啊，这就是亲家，这是亲女。你好你好。啊后壁。我知，遐你免介绍啊。咱家宝啊不好囝，我哪毋知？因老爸一个财产互伊尔，就甲因老爸管我厝的，我会咧毋捌。阿姐啊。啊，阮爸咧。哦，恁爸哦，伫遐咧困啦，我即摆叫者啦吼。嘿，等是哇！这是安怎？那规官拢来进香了，当作这王爷府哦。阿公，我最想你诶。我嘛足想你哦。你大家拢有肥皂，你找无你。哦，阿孙啊，哦，你即摆较肥咧。嘉玉。哈。是安怎哪会拢来？福个啊，算早吼敲电话互家桥海啦。我就知你这狗的好啊，狗的好啊。逐顶摆我去台北嘛相款啦，好规庄的拢知影讲我要去台北，害我就转来庄口，害我足无面子。亲家啊，亲家啊，哈，歹势。袂啦。哦，你劳烦你来遮庄口安尼。应该啦。天气好啦哦。我这回哦，专工来吼，有2个目的啦。头一个目的啊，就是哦，要来甲你看啦。哦，第二个目的吼，我是代表吼，我这查某囝吼，来甲你提死的啦，莫生气啦。讲真经，我哪会生气啦？因少年的，我袂生气啦。哎，我定徛咧遮，啊，毋去恁家看戏死了。是的啦，我以前较毋捌代志，请你原谅我。爸，我知我毋对啊，自细汉你请我，栽培我对你遮尔啊不孝，阿爸，请你原谅我。徛，甲你大人大正啊贵安尼，咁好看。讲真经的啦，我是咧爱恁翁仔某好好。啊，讲你这个做人的某的人，安尼嘛毋对，毋通遐骄对无？遐骄恁翁伫咧外头吼，迄个头壳都举袂起来哦。啊，家母啊，啊你成某嘛毋通这挺性甲安尼，真个挺性甲要头壳尾甲你放着。我会记咧哈。以后吼，两个爱好好互相尊重就好啊，啊，莫靠目屎一个查甫囝，靠着足歹看的。无啥物，哎，好就好啦。亲家啊，他起码你已经无生气啊？无啦。啊，无安尼啦，你即摆吼，你安尼替我裤吼衫裤啊，我乖哦来去台北，甲阮囝因斗阵大，但阮囝吼即摆吼，阮查某囝吼会晓煮迄个砂锅鱼头咧。三八亲家啊，我无可能去台北啦，庄口我住了偌习惯咧，空气好啊。空气好啦。我无可能去台北。无咧
你即摆是咧讲啥哈？啥物咱无可能去台北啊？啊，恁后生啊新妇拢甲你回失礼啊！啊，人要接你去台北住，啊，恁就应该就爱去，对毋对？哎，啊，搁再讲啦，你即几工无伫的吼，嘿，我偌无聊呢，拢无人甲我搭喙讲呢，吼，迄偌无聊，偌有趣的，敢知？哎，你这老查某，你真奇怪咧！啊，无聊是恁兜代志啊，你这怪我头壳顶啦。哎，奇怪，我卡卡就是要管啦。哎，迄阮兜代志还是恁兜代志？恁兜的代志。阮兜代志你管会着？嘿，我看看咱要管，人迄囝儿是谁吼友好，对不对？你就爱去住，迄就爱安尼。迄阮兜代志啦，唔免你管啦。啊，你这好过无啦？啊，你看无我？啊，你又要食啦？啊，无你叫人来骗。啊，你食老无认老啦，要骗大家来骗。哎，安尼会拢走到无我来歹。做我无坏。还真是啊，两个搁你。拢阿你，拢阿你。